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哎呦，我就说嘛，小叫花子敢偷我钱是吧？接回去。大哥，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饶了我吧！我这兄弟们都饿得慌，才万般无奈做出这种勾当。大哥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大哥哥，你就饶了我吧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大爷，您行行好了。小五，怎么了？小五。我们都是流落在京城附近的灾民，已经好多日子没有吃过一顿饱饭。对呀，是啊，快饿死了，我也没吃饭，好久没吃粮食了，就饿死了。行吧，你们跟我走吧。大哥，你这还要送我去见官？见官啊！我呀，请你们吃面去，走，走，走了，走，吃面去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慢点，慢点，还有呢，慢点吃啊，不着急啊。大哥哥，你真好。哎，可惜我身上没什么钱了，不然的话，我请你们去对面这家酒楼吃饭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我姓武，家里还有老六，叫我小武吧。小六也行。小武，我姓易，你以后叫我易大哥就行啊。小武代表兄弟们，多谢易大哥。哎，大家都别客气，从此以后啊，咱们就是兄弟了。快坐，快坐。您慢走，您慢走。好吃。哎，这位小爷在这儿摆阔呢，请这些叫花子们吃面。你是谁啊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哎呀，大哥哥，这个老板姓钱，叫富贵，他呀平时最喜欢摆阔气，怎么样以？戏弄穷人为乐。最近啊，城里来了好些灾民，他就作为肉包子施舍，是吗？但是得跪下磕头叫他声爹，叫我一声他才能给一个。前几日他还想戏弄我们，被我们给骂回去了。没想到这不在这儿碰见大哥哥请我们吃面，他心里啊自然看着不舒服。哎呀，这一碗面能顶几个时辰？上我家酒楼，天天有热包子施舍。小五，你知道规矩，叫你们兄弟跪下给我磕个头，叫我声爹啊！钱富贵，我们这些叫花子，膝下也是有黄金的，我们宁可沿街乞讨，也不可能跟你下跪。哎呦呵，叫我们这么多人给你做儿子，你也不怕折了寿？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。哎哥，我和你也是一见如故，以后啊，要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今晚来找我。当然了，咱们以后就是兄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平时啊最看不起那种有几个臭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奸商。你说谁奸商？哎，谁听着耳朵刺耳，谁就是奸商啊！我说你了吗？听着刺耳吗？那你就是奸商呗！哎，大家看啊，他这是不打自招了。你从哪个犄角旮旯里钻出来的？奸商！敢到太岁头上动土？你看他那样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这个小弟大人怎么又找来了？你在这儿请全城的叫花子吃面，一下就传开了，我听到就过来。你来也没用，你又不是叫花子，我不会请你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？你惹了祸，我帮你摆平了，你现在过河就拆桥啊？面都不请我吃一碗。没钱啊，没钱怎么请你啊？那我请你吃面总行了吧？行，不过你得到对面的酒楼请我。没问题。当然你不光请我，你得把我这些兄弟都带上。没问题，这么点人还能吃穷？兄弟们，他请咱们吃饭了，走了，走，走。哎呦呵，还真在爷面前摆起阔来了。你以为这城里就你有钱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把你酒店里好吃好喝的都给我拿出来，让我的兄弟们吃饱喝足，知道吗？好酒好菜倒是有，本酒楼的规矩可不跟外边的小面馆一样，先看一下口袋里的银子够不够，别吃完饭不够付钱的。还
我说你眼睛是不是瞎了？我小弟这身打扮像是那种吃了饭不给钱的人吗？这可不好说。我们这酒楼开了那么多年，见的人也多了，这装模作样过来骗吃骗喝的，可不是没有。田老板，你看够不够？哎呀，够了。小二，来上菜。好嘞，好嘞。田老板，听说你长期施舍肉包子给穷人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要让他们跪下来喊你一声爹。我是生意人，又不是这些穷人的爹娘，我每天给他们包子吃，救他们的性命，难道不是他们的再生爹娘？龙小弟，这种人别跟他讲道理，直接比谁钱多最有效。老大说的对。田老板，那我就跟你比一比谁的钱多。要是你的钱没我多，不管你以后行不行善，若是要行善，就不能提任何条件，也不能以欺负穷人为乐。我不止这一家酒楼，这城里所有的酒楼还有珠宝行，都是我们钱家的产业。头头，田老板，你说京城的珠宝店都是你们家开的，那这帽子上的珠子，你可认得吗？啊，南海夜明珠，只有紫禁城里才有。难不成你们是宫里的？钱老板，你还跟我比钱多吗？小人不改。钱老板，一个人可以有钱有势，却不能无良无德，更不能无法无天。对，就算你有万贯的家财，也可能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。是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小人日后日日行善，再不敢欺负穷人了。好，替我老大好好照顾这帮兄弟们，下去吧。是。谢谢你啊，龙小弟，没想到一出来竟遇上这些恼人之事。那现在摆完阔了，等会儿请你的兄弟们吃完饭，可以跟我回去了吧？不行，我还想再玩几天。小五，来，年票给你，记住大哥跟你说的话，让兄弟们拿这些钱做些生意，自食其力，别在街上流浪了。多谢易大哥，小五一定不会辜负易大哥的期望的。我相信你。老大，你现在还想去哪儿？能不能带上我？我想再学习一点江湖经验。江湖经验啊，行啊，那我现在就教你一些真正的江湖经验。小五，走，让开，走开，他。龙小弟，谢谢你的宴请啊。下面呢，让你见识一下我兄弟的莲花阵。走远点，走了，速度。对不住了，兄弟，刚才啊，易大哥悄悄捎话给我说，一定要让我帮他逃走。免掉你们追他回家，让他去陪伴一个全天下他最讨厌的朋友。对不住了，兄弟。陈后，让开。主子，咱们还是回府吧。
糖画了。哎，这个好玩，这怎么弄的呀？啊，在这儿画的。我看，糖画。这是糖画啊。谢谢啊。主子，咱们就这样远远地跟着他，这也不是个办法啊。随他吧，在宫里憋了那么久，好不容易出宫一趟，不玩个尽兴啊，他是不会回去的。老板，这个我买了。这个像我，这个像龙小弟。不对，龙小弟的眼睛没这么小。再给你捏大点，捏大点就像龙小弟了。真的假的？我有这么丑吗？你是人是鬼啊你？你怎么老阴魂不散的跟着我呀？你是人我就是人，你是鬼我就是鬼。你忘了，咱们俩结拜的时候可是说好了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猪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喂，哎，